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侯友宜昨提出4大观光政策，嘛讲9月要去访问美国。另外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伫土城庙口宣讲，问讲伊出来选，大家甲支持好无？外界认为这等于是承认伊要出来选。不过后来媒体甲问郭台铭说讲，伊搁咧调查民意，还未要宣布。疫后各国变观光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日时是提出4大观光政策，要提关组织的层级，召开观光国事会议，开放定期召开观光汇报，逐年提观光公预算等等。讲要4年来，互内台旅游的人数破1800万，发挥中央全面开放中国游客来。那台湾呢？2023陆客100万来台，注定要跳票。我们两岸要重启对话，重启交流。来带动陆客来到台湾，也带动我们经济。侯友宜嘛正式9月要去访美国，下摆会参众议员 AIT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，而且到智库演讲，今日和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，侯友宜无加讲。民进党郭文哲日是倡议世代和解，但是进前等出政党领袖的对话，敢有可能和国民党整合？什么事都有可能嘛，所以要先沟通开始嘛，不管是喝咖啡、喝茶、喝果汁的哦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都平常就认识的，那还是要找什么协办单位、幕僚彼此主帅都认识。算，大家加小点好不好？好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动作是真多，红讲是要独立参选，并连署要过，日是参拜土城的5个省地庙，强调2024爱选人卖选党，佮讲我出来选，受访的时阵才佮改口。我想这是一种民意的调查，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经常在收集，经常在跑各地方。就是希望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我自然时间就给大家做宣布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晡去家人的天兴宫参休，得到真大的支持。除了求地方的平安，伊嘛讲2024的大选为和平来者。咱过去是为民主打拼，未来为和平奋斗，大家讲好不好？赖清德强调，若当选会带领国家过去替民主打拼，未来为和平来奋斗。2024大选敢会变作4卡都，即马同款是正受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